后来虽然郭纳芬的民调韩国瑜的支持度拢输予蔡英文，但是其实这个韩国瑜还阁有机会，因为泛蓝的支持者无表态的比例是泛绿的2倍。要安怎互因归队呢？朱立伦建议要行出着共温层，唔通阁伫个牛调来搭牛母，共党的安尼搭来搭去咯。另外，要提出什么款的政策来争取到少年族群的支持，嘛是韩国瑜应该爱努力的方向。为了中华民国，不惜粉身碎骨，台湾加油！要拼2020的选战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昨日开始请假，只是根据彭果上新的民调，韩国瑜还阁是蔡总统13.4%，敢有机会翻大呢？如果今天不是投给韩国瑜，就等于是支持蔡英文当选，这个危机感会让韩粉或者是蓝营所有的人会回归。政坛分析，泛蓝选民无表态比例是泛绿的2倍，韩国瑜成长空间较大的蔡英文要15%到20%。选战的尾期，双方的差距缩小，可能会出现西瓜挖大饼效应，但是要如何争取各界支持？不要再自己打自己，这个很重要。那第二个就是扩大我们的支持，争取我们的朋友。选战本来就是这样，绝对不可以在同温层里面。韩国瑜在网络里面被黑的情况很严重，非常严重。年轻人里面，我支持韩国瑜，变成我不好意思说，因为我旁边人都不支持韩国瑜，积极正向光明，然后偶尔会自嘲的那种幽默感找回来。我觉得把那种感觉抓回来，对他年轻选票会有帮助。那也内部评估，刘毅选情比总统较好，要安怎让国民党的支持者刘毅总统拢投拿，就看韩国瑜安怎出招。